2026年3月4日星期三，一年之計在於春，而家開始係春暖花開的時刻啦，又再係下晝陽光普照。小矮樹，唔知係咩樹呢？行經過就聞到好清香。唔知出啲咩花啦。行完街入嚟 food court 食少少嘢先。陣間食飽啦，就去睇戲。